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指挥中心宣布2月20开始，室内免阁挂喙罨，也毋过出入医疗机构甲公共运输工具嘛是爱挂。高铁的新地车头早起铁轨路变换信号出问题，下晡点外佮传出高铁送电的设备嘛出问题，一天内2届出包。苗栗白沙屯妈祖北港正向活动昨半暝放头旗，2月12早起1点25分出发。今年报名的信众嘛创历史新高。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0572例本土病例，有45个人死亡。确诊的病例已经连续6天拢减少了。指挥中心宣布讲，对2月20开始，室内免阁挂喙罨。也毋过出入医疗机构，搁坐公共运输工具嘛是爱挂，其他的场所民众会当家己决定。另外，教育部嘛宣布讲，考虑到开学228年假，学校就爱等到3月7日才会来放令。补习班嘛是同款。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我们昨天新增的确定病例数，有20572位。那这当然比起我们上一周的礼拜四，那降了大概1/4，下降了23%。另外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在昨天新增了348位，死亡的病例数持续下降到45位。我们从2月20号，那会实施这个口罩这个通案性的规定，指定场所是规定，也就是说一定要戴。那这个包括医疗照护跟公共运输，有饮食需求或者要拍照或不适合。这个没有办法戴口罩的检查或治疗活动的时候，那是可以暂时把口罩拿下来。我刚好开学后又遇到了228和平纪念日的4天的连续假期，给学校一个观察期跟准备期，所以我们定于3月6号起，才各级学校包含幼儿园、科照中心、补习班实施我们所谓的我们今天指挥官所宣布的那个放宽口罩的一个相关规定。虽然最近逐天拢有上万人确诊，有死亡的案例，也毋过指挥中心以趋势佮医疗量能的评估，决定讲要2月20开始来放令喙罨，学校的部分是要等3月7日才开始。专心听老师解说，总讲挂喙罨也是想要回答问题。透早袂少家长、老师带囡仔来台湾博物馆参观。国内自从去年12月开始实施第一阶段喙罨放令，民众伫室外空间唔免挂喙罨了后，指挥中心预定2月20开始实施室内免挂喙罨。有时候跑步的时候会很喘，就是能戴就戴，要继续戴着，要戴着口罩比较好。学生他们有时候会东摸西摸的，然后就会摸头、摸眼、摸嘴，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会摸到什么就进入嘴巴，我觉得这个风险是蛮大。根据指挥中心的规划，室内喙罨若做开放，放令方向会类似韩国，室内无强制挂喙罨，毋过在交通运输系统、医疗机构这场所也是维持强制挂喙罨。毋过各级学校，包括中小学甲大专院校等，为3月7日开始实施。校园室内原则上是自主决定是毋是挂喙罨，毋过若是伫校车内，也是保健中心，是当作交通运输甲医疗场所，应该全程挂喙罨。毋过入去学校若是有镜头，是属有特殊情形，是爱挂喙罨。疫情这个时间点是一个拐点，也就是个过渡期啊。它没有像2020年到2022年那是一个影响比较大，各个族群都需要谨慎小心的时候但是呢，也没有说完全到能够跟流感一样这个季节性的常态疾病。那这个拐点的特征就是说，可能对大众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如果是针对那种脆弱族群的话，那其实还是会有些威胁。不过，准讲室内喙罨正式放令，医师也是建议民众出入风险较悬的场所，免疫力较差的长辈，也是甲无特定交流对象较侪，像讲第一线的业务卖场、大众运输人员，也是爱甲喙罨挂好，通降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今仔出席前屏东县长潘明安的新册发表会，媒体问副总统讲，伊敢会甲驻美代表萧炳琴选2024年的总统甲副总统，赖清德是并无回应。
另外，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今日选总统咧，郭台铭是表示讲，等下国民党定出办法再讲。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今仔是表示讲，欢迎唔是立赢的朋友加入国民党，嘛强调讲国民党会坚持行对的路，提名对的人。民进党党主席嘛是副总统赖清德，找到参加前屏东县长潘明安的新册发表会。伊外头看两个人过去伫立法院共事的回忆，伊讲两个人的感情是真亲，也搁头一届证实，总统蔡英文伫内阁改组的期间，要交代两个真重要的职务给潘明安。不过潘明安为着要改斗3天，都无入阁。这次的这个为了帮我，他没有入阁。这总统 offer 给他2个职务，那我不方便讲哪2个职务。这个我也不知道他要搭配谁，但我不能代替他回答。那我只是在未来在竞选需要我的时候，我来帮跑腿的，我大概是这样。面对媒体发讲，敢是会甲驻美代表萧美琴合作，2024年出来选总统，赖清德是无回应。潘明安嘛无到3天回答。不过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找到参加新竹县东部的新春团拜。嘛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敢会代表拿赢出来选总统，郭台铭回应等国民党的办法的说法来做出回应。欢迎所有非绿的朋友来团结支持国民党，或团结加入国民党最后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努力为台湾、为中华民国打拼。针对总统甲立委选举相关的办法，朱立伦强调讲，会伫3月初4南投补选了后进行讨论。那赖清德初8头一届主持民进党全国县市主委会议，根据了解，针对立委初选提名的时程，赖清德希望爱赶紧，外界推估时间点可能是伫4月份至5月份之间。记者综合报道。台海情势紧张，美国国会通过拨款的法案，要提供台湾经费实际的军事援助，外界是真关心进度。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是表示讲，目前是阁无进一步的消息，也毋过伊强调，美国方面是真认真要来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有台湾的学者是分析讲，因为最近美中的关系恶化，所以美方暂时可能无进一步的动作。中共伫台海建立新常态，国防部车到发布强机8架次，共拦5只绕台，歼16战机是为海峡中线北平超过中线，运8反舰机是为南部超过中线了后，进入咱西南空域，国军加强监控，也持续提升战力。美国国会通过拨款法案，提供台湾有偿军援，外界原来一直伫看进度。美国白宫也未讲伫什么时阵，不过声明美方认真看待，协助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学者认为台美有伫讨论，不过美方即马有意打动啊。You know, we just very recently agreed to, I think it was $1 billion worth of FMF not too long ago, we take those responsibilities to help Taiwan with its self-defense very, very seriously. 华府的行政部门一定不想要这么快就让这个有偿或无偿的军援去破坏拜习会之后美国跟中国大陆和缓的这种氛围。有偿或跟无偿的军援，它等于是一个准同盟的地位。那华府的行政部门可能也要观察北京的反应。学者分析，只要美方公布军援项目，等于是确认美台升级到准军事同盟。不过，侦查气球的争议，则予美中关系拍歹。学者认为，避免予中国误判台海要做伙下过红线，美方可能减慢进度，也是公开军事合作项目。不过，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是呼吁，对台政策已经改采战略清楚。We would be in a better place, and Taiwan would be in a much better place to defend itself. I mean, isn't that what we really want? We want them to fight and die for their country, not us to fight and die for their country. 哈里斯指出，美国会当协助台湾强化军事训练，呼吁赶紧协签自由贸易协定。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学者史美尼是提出，将台湾打造成战地，部署水雷会当快速攻击飞弹、舰艇，加反舰防御设施，因应中共可能的围台封锁行动。记者综合报道。
每个人伫读册的时阵有申请综合贷款，出社会了后就爱还贷款哦。有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针对学贷来补贴，减少少年人的经济压力。有国民党的立委指出讲，学贷唔免拿利息，但又是需要20亿的经费，政府绝对是有法度负担。加起来目前是26万，那我预计到毕业之前还会再增加4到6个学期的学贷，那也就是大概会落在50万左右。还未为大学毕业就派真重的学费贷款，这是未少大学生面临的现况。不过毕业了后踏入职场，经济负担无一定会当马上解决。以劳动部的数据来看，社会新鲜人平均薪资3万2，伫开始还学贷了后，每个月还6000，一个月就我要扣1/5。各个有一寡租厝、水电、食用这的各项杂费。本金怎么样去出社会的实际上的薪资水平来去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把还款的年限再拉更长，甚至是让一些已经在还款期限届临并且还不出本金的这些低薪族群，可以有一些减免本金，或者是可以去注销他的征联记录。经济民主联合组织主张，学贷利息由政府全面来补贴，月收入未满4万的人，撤回强制执行，拢总3年，也阁会当参考美国的学贷赦免。对于3年后月收入较无4万，加予所得较低族群，予以5至9节本金减免。以目前利息1.525% 来看，如果要让这些大学生的学贷免息，只需要20亿左右的经费哦。国民党立委也公开呼吁政府，学贷应该免利息。佮指出，这种的做法所需要经费差不多是20亿左右，绝对是政府会当负担的数目，就看是不是愿意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托尼基甲叙利亚的隔界发生大地震，已经超过15000个人不幸过往咯。咱台湾有派出2队的搜救队，计共有130个人。嘛传出好消息咯，台湾的搜救队伫七八暗时救出一个查某人，目前是佮继续投入抢救。咱台湾的搜救队除了有出现伫 BBC 的 IG 方面，向联合国嘛，甲咱台湾列做是官方搜救的团队。托尼基大地震了后50点钟，台湾搜救队传出互人感觉真欢喜的好消息。当地时间七八下晡3点外，台湾搜救队透过生命探测器，伫倒去的厝下底听到一个掉伫内底的查某人的声音。不过，这个查某人分数有去到厝底咧，加上现场作业的空间是真下，搜救人员用破坏器材才成功把人救出来。在救援的过程当中，这个查某人捌失去生命的现象。医疗团队发挥精彩的医疗技术，甲吊大洞嘛插管做治疗。现场还佫甲 UMKE 医疗团队直接伫咧搜救的现场执行困难度真悬的截肢手术。团队经过5点多钟的打拼，总算让这个查某人恢复生命现象，接续送病院做治疗。后来搜救队佫找到另外一个掉伫内底的人，目前积极抢救当中。也那当地民众嘛一直送食的来，感谢台湾搜救队来甲因斗3工。英国广播公司 BBC 嘛用台湾搜救的相片做 IG 发文的相片，而且以国家来称呼台湾。联合国嘛正式甲台湾的搜救队列入去官方搜救队的网站，这嘛互全世界看到台湾投入托尼基大地震救援的行动。无论政府甲民间的力量，大家是拢真尽心来搭脚手。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民众嘛发挥爱心，托尼基驻台办事处伫募集物资。台湾基进党嘛响应，高雄的党部才一天尔办公室拢是物资哦。托尼基办事处嘛提醒民众，管的物件希望讲互托尼基的民众当度过寒冷，所以上好是新的，也是无使用过。连帐篷都有。规车阵默默内底放着帐篷，大人囡仔的披寒衫裤。这名住伫高雄公山的小姐，一早时开车送来，伊讲家己有4个囡仔，唔甘遮伫咧受苦的囡仔，希望会当尽一份心力。我有教导小朋友，就是你看小朋友他们那么可怜，我们要把我们就是有的物资都拿出去捐给他们。你怎么知道这个讯息？我们有一个群组，然后有人在传。
响应土耳其驻台办事处对外交募的物资，台湾基进高雄党部配合受理民众来捐赠，协助整理了后，会运去土耳其驻台的办事处。短短一天，高雄党部和物资客甲无法度行，目前已经暂停来收。我们这个活动其实是响应土耳其驻台办事处的这个物资募集。那发起其实不到1天24小时的时间，我们党部的可以很明显看得出，不管是走道还是我们的接待空间，已经被民众的爱心物资给整个塞爆了。所以昨天晚上回到办公室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也是有好心的人将物资放伫党部门口，所以嘛发生互不明人士客去的状况。党部呼吁民众唔通来浪费别人的爱心，较袂违法。土耳其驻台办事处嘛公布物资的需求，无到1天，就收到大约3000封信，还有电话询问。6都的市长嘛捐出1个月薪水来协助救灾。办事处提醒物资爱是清单内底写物件，全新的也是讲袂用过的。这个地动倒伫着土耳其还有叙利亚非常严重的伤害。高雄嘛为尾号开始伫咧爱河烟花，还有邻近的六座桥，点到着土耳其蓝的色来传送祝福，嘛希望土耳其甲叙利亚拢会当一切平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土耳其的大地震，已经发生特别超过救援的黄金72点钟哦，有2个掉伫土石堆内底68点钟囡仔，搁有一个跌伫阿门图65点钟的查甫人，拢有互救出来。专家嘛表示讲，温度、水、搁有空气、搁有照相的程度，是敢有法度活落来的关键哦。一般来讲，地震发生第5天以后，要搁找到生还者就较困难咯。细汉囡仔海伦，互人抱出土石堆的时阵，其他人赶紧甲抱起来，好较小的，已经掉伫内底68点钟。搜救人员1分1秒伫拼，真全力抢救每一个性命。10岁的梅米特同款掉伫内底68点钟，成功互人救出来。Ayşe abla 21:48 saat。东南部城市马拉特亚一个地伫阿摩托角下骹袂使叮当42岁查甫人，经过65点钟，完互人救出来。另外，哈泰省接应的科索沃安全部队人员，甲一个2岁囡仔抱出来，妈妈完成功互人救出来。以色列国防军伫瓦近镇拥的卡拉曼马拉斯灾区救出2岁的囡仔，这救援人员拢真清楚，时间已经剩无偌济啊。尤其叙利亚甲土耳其的冬天，气温降到冰点，甚至更较低，走来救援。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hether it be cold weather, if all of a sudden they start having rain, that rain, in addition to cold weather, can accelerate that hypothermia and can also lead to an accelerated death. 专家表示，土石堆内的人会当活偌久，都要看伊的详细掉伫内底方式，也甲天气状况。大部分搜救工作伫灾难发生后24点钟内才开始救，时间拖愈久愈不利。水甲空气原来是关键。5 to 8 days is probably in a range where I think that you would start having some kidney failure, organ failure that could lead to unfortunately your death. 一般的情形，第5至第7天了后，都真歹阁找到生还者。大部分的搜救工作也开始考虑停止。啊，不过原有一寡人过7天也活掉的。不过这拢是真罕见的特例。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这届地震灾区的范围是真大，伫土耳其有真侪所在拢还未开始抢救，已经有灾民不满，问讲政府到底伫倒？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嘛去灾区了解，嘛承认讲政府做了无好。另外，伫叙利亚因为无大型的机械，东灾区救灾行动更愈慢。Devletlerde 3 gün düşüden bir cenaze alamadık. Sağ mı canlı mı onu da bilmiyoruz. Ölümü. 救援的黄金72点钟过倒算，真侪人到即马也无失踪家人的消息。伫重大灾区哈泰省已经超过3300人死亡，灾民骂讲拢无人伫咧插因的死活。Cumhurbaşkanıma sesleniyorum. Hepiniz yardım edin. Hani gönderdiğiniz yardımlar? Hani kardeşlerimiz, bacılarımız yardım. 今年5月，想要连任的总统埃尔多安找袂到现场，承认政府的应对有缺失。讲除了当天的温度计以外，哈泰机场跑道和地震损害也扰乱救援的行动。Böylesine büyük bir felakete hazırlıklı olabilmek mümkün değildir. Enkazlardaki çalışmalarımız devam ediyor. Bazı yerlerde ilk etapta havaalanlarında sıkıntılarımız oldu.
Yollarda sıkıntılarımız oldu. 叙利亚东灾区伊德利布省搜救人员甲志工伫咧规片的钢筋暗门土内面用手挖搬，希望会当救到人，或者是找到尸体。因果无同型的机械设备不够，佫无经验，所以速度真慢。 نتيجة المساحة الجغرافية الكبيرة التي تضررت أكثر من 400. 聯合國嘅人道救援行動會當恢復，自加至安泰普到邊境總管點嘅路，本來損害風起這麼痛啊。 Tomorrow we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something across the border. 救援人員講，敘利亞10多年嘅內戰造成國家嚴重嘅分裂，國際社會提供救援真無順。美國甲歐盟對阿薩德政府實施制裁，並無因為這邊強烈地當嚟解讀，也無甲當局直接接觸。 聯合國嘅救援只可能透過自土耳其一個過境點入去反抗軍控制西北部。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再來看中國嘅偵察氣球飛到美國領空，頂禮拜已經予美國拍落來。美國嘅情報官員是指出講，這種氣球是用來收集戰略情報。美國嘅國務卿布林肯嘛表示講，已經甲全球幾十個國家來分享相關嘅情報，嘛批評講中國嘅做法是侵犯到國家嘅主權。 中國偵察氣球頂禮拜喺海上去予美國拍落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伫甲北約秘書長斯托滕伯格會面了後表示，會當講每點鐘攏有更較濟有關中國氣球嘅情報。美國已經甲全球數十個國家分享相關情報，因為美國並唔是唯一目標。We'll also share relevant findings with Congress as well as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re on the Hill this week, and we already shared information with dozens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oth from Washington and through our embassies. We're doing so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the only target of this broader program, which has violated the sovereignty of countries across 5 continents. 美國情報官員對媒體表示，這種氣球用途是收集甲領土相關戰略情報，包括日本、台灣、菲律賓甲印度，也認為這氣球是為海南島飛來。五角大樓公布的相片中，美國海軍 當地咧回收和拍落來氣球設備，中國外交部強調，氣球是中國的。這個飛艇不是美國的，是中國的。中國政府將繼續堅決維護自身的正當合法權益。另外，訪問到習近平感謝應該負責，布林肯強調，什麼人負責並無重要，但是中國行動已經違反國際法。學者分析，中國嘅解釋已經予美國徹底駁回，改善中美關係窗口和大大縮短。 布林肯這種來訪華呢，它本身應該是穩定中美關係的一個辦法，但是它因為推遲了，所以這個窗口呢可能會被大大的縮短。I think w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hoping for is that this cancellation signals to China that they have to improve their behavior before they can engage in a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北約秘書長斯托滕伯格也警告，中國當為俄烏戰爭中學到教訓，也講今仔日歐洲發生嘅代志，明仔可能喺亞洲發生。公司新聞鄭偉仁編譯。 咱再來看泰國北部的邊境，禮拜一有一個1歲7個月大囡仔跌落去只有30公分寬的一個古井內底，當地動員上無有100個人透暝來搶救，經過17點鐘，嘛總算把這個囡仔救出來了。經過17點鐘的搶救，救援人員將把這落在深井內底找囡仔更帥。這時陣，和辛苦幾名的團隊將放上來啊，大家是攬到陣真歡喜。 就佇邊啊，來自緬甸做義工的查某囡仔爸母也感覺真歡喜。這事件發生佇泰國瓦郡緬甸邊境的達府，時間禮拜下晡，當時這查某囡仔爸母正佇農場做事，加1歲7個月大的查某囝囥佇邊啊，互伊家己耍。無想伊落入一個寬只有30公分、深大約15公尺、下高井13公尺深的所在。隨後趕到現場的救援人員加攝影機放落去，翕到囡仔規面磚頭正佇靠畫面，趕緊用塑膠桿甲勇氣送到井底，互伊會先喘氣。再來，甲古井邊固定了後，佇邊啊挖出一個環的坑，期間因必須要真小心來挖，避免這個坑落來，造成內底石頭落入去古井內底。經過17點鐘了後，
办理早起救援人员将到囡仔流落去这所在，成功甲伊送上地面。当地官员讲，囡仔看来有惊到，而且人真仙，不过人不要紧。救起了后，赶紧甲伊送医治疗。另发生意外，这亲子是当地民众探勘地下水流落来这个坑。事后了后，并无甲伊扛起来，才发生这个事故。加在现场上百人斗阵来抢救，才避免一场悲剧发生。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过来消息哦，咱来看今仔早起，台湾高铁传出新的车头铁轨路变换的信号出问题，造成通hướng到高雄左营南下列车受到延误。伫下晡点外，又搁传出讲有列车送电的设备嘛出问题，嘛造成南港到左营部分列车延误。高铁一天是2届出包。各位旅客您好，由于新竹车站道岔讯号异常的关系，有列车在此临时停车。耽误您宝贵的时间，敬请见谅。高铁表示讲，早起8点15分，新竹站的铁轨路变换信号出问题，赶紧来进行维修调度。伫早起的9点54分修理好势，迄当时拄好是上班的时间哦，嘛影响到通勤的民众。嘛有乘客指出讲，高铁是向愈驶愈慢，后来就停伫铁轨路顶头，伫要半点钟。毛民众讲哦，车队新竹站倒客路，听讲是要来变换轨道。高铁表示讲会协助旅客来办理退费，慢30分钟以上无超过60分钟会当退一半，慢分超过60分钟就会当退全票。因为过年哦，佮拄着寒流，关会人是较少。会议基金会统计，咱全台湾会议的存量只剩3天尔。甚至佮台中上欠会，尤其是 A 型佮 O 型的会，已经得要无咯。呼吁民众发挥爱心，赶紧去关会。伫关会室内底，民众甲抢位闭起来，准备要关会。今年新增的2波寒流，加上解封了后，疫情有小可加悬，影响民众关会意愿。会来关会中心关会，敢若剩一批有固定伫关的民众，会库的库存量是根本无够啊。捐血小板的人都还是会来，只是说，现在年轻人比较少捐血，需要能够多一点年轻人来加入定期捐血会更好。捐血是比较没有差异这么大，啊，但是有发现略微啦，没有很多，是的。人比较少一点。根据会友基金会统计，全台湾平均会库的库存量敢若剩3.4天，是今年以来上低。新竹甲台中欠货情形是上界严重，尤其是以O型的货，要敢若剩1.1天，会当讲是历史上上低。会友基金会分析，除了新车了后气温有较低，今年佫拄着边境解封，真侪固定有咧关会民众出国佚佗，受到回国14天了后，才会当关会规定影响，嘛暂时无法度关会。回国那缓解14天的部分，我们大概会参考国际的一个疫情的状况跟国内的情况，那也会参考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那我们尽快召开会议做一个讨论。基金会分析，即卖疫情大大稳定，真正有诶较无遐紧急的手术，最近嘛开始恢复处理。会库使用量比去年同期上涨4%，不过关会数量甲去年同期来比是减6%。最近会开会讨论修改缩短民众回国了后会当关会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和泰汽车 Iron 遭车边的平台客户的购资外流，公路总局调查发现讲，业者的资料库有问题，有外流风险的购资超过40万笔，所以罚业者20万块。公路总局是表示讲，测试有派人去稽查，发现业者并无依照购资法对资料库做安全的保护，嘛无定好完整的购资档案安全维护的计划，有40万笔客户的资料有外流的风险哦，违规的情节是真严重。公路总局罚业者20万，后续若是佮查到违规，嘛是会当个继续处罚。再来看，去年台北市有62个人车祸死亡，机车的事故就有35个人。台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满18岁，无限讲户口一定要设伫台北市，所有民众拢会当来申请补助机车甲训班的费用1300块，嘛鼓励民众使用。交通安全委拄啊摕到机车驾照人开始训练，台北市宣布，只要民众满18岁参加普通重型机车驾训，市政府就会补助1300块的训练费。你在这个驾训班参加这个训练课程，那交通局这边就会补助你1300元。那这个名额有1600位。那市政府提供1600个名额，
今年各有公路总局做伙推设计划，补助台北市2500名额，5人透过训练，让拄啊考到驾照的民众有安全骑车的观念，降低事故发生。通常这种训练包含学科、术科的部分，也告诉我们这个骑乘的人如何安全、有防卫驾驶的一个观念。除了机车事故真多，为驾驶训练开始做，来湖科园园区踏车安全解决。台北市交通局也搁增加早起尖峰时间的公车班次。我们19线这个通勤专车原本是130个班次，那这一次在2月14号有增加了上午尖峰的一个12班次，所以我们总计内科通勤专车的一个服务有提升到142个班次。交通局表示，以一班公车平均坐20人计算，早起增加12个班次，定位当减少240台车卡伫车阵的时间。所来，我会阁看需求，继续增加班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粉红色超级跑车称号的苗栗白沙屯妈祖北港进香的活动，昨半暝放头旗，2月12日早起1点25分会出发。新庄即马开始会食菜3天哦。过来疫情大大的解封，庙方是表示讲，今年有113000个人报名，嘛创历史新高。人人手中一张香旗刀，请出来投旗，就固定咧庙门头前的龙条顶悬。苗栗县通宵镇白沙屯供天宫妈祖罗南分林北港朝天宫挂香，预计伫咧12号半暝出发，8号暗时11点40分举行放头旗的仪式。宣告今年挂香的活动正式开始。天光了后，信众游玩是来报名。四角形的头旗悬200多公分，基面绣有双龙甲白沙屯供天宫天上圣庙的字样，造型以古代兵器方天画戟为象征，是白沙屯妈祖挂香的先锋旗。以8年来的风俗，庙方会伫咧挂香前3天举办放头旗的仪式，信众开始3天的斋戒，也会开旗犒军，准备丰盛的贡品，祈求挂香全程平安顺利。白沙屯供天宫往北港进香9天8暝活动，伫咱早起放头旗就来正式来开始，实际人数都113221人，所以今年人数报名成中25%。供天宫挂香来回大约300多公里，是台湾宗教的盛事。2019年更加去予文化部列为国家无形文化资产。今年9天8暝行程，已经有113000多人报名参加，创下历史新高。挂香的活动预计20号下晡回銮。记者苗栗报道。过年后，全国各地开始妈祖出巡的宗教月，拢爱放炮啊闹热。因为即马嘛愈来愈重视环保，所以云林县政府特编450万的空气污染防治经费，要来补助公庙买电子炮仔车，希望讲减少放炮仔造成的空气污染甲噪音。过年后陆续进入妈祖了应期，有真侪庙宇也是信众拢会放炮来迎接，但若是放大量的炮仔，毋但产生噪音和空污，嘛引起袂少人的反弹。为了减少庙宇大量放炮的情形，文管府补助县内庙宇采购电子炮车。无炮油啊，无烟，烟会造成咱的空污啦，啊炮啊油啊，就变成咱的一寡对环境会造成讲，咱就爱搁扫涂骹。啊嘛较袂污染啦，对啦，上好是用过这，毋过你若像讲，迄电的来讲，你若温装离较废气啦。有庙表示，进前无使用电子炮仔时，过去1年买炮的费用就几万块，现在毋但省下经费，嘛对环境减少污染。对此，文管府民政处表示，为109年开始，为了鼓励庙宇减少放炮仔，提拨450万的空污防治经费，要补助总共150台电子炮车。就是有需求的寺庙，我们都鼓励他们来向县政府申请补助哈。那但是一台大概有6、7万以上的哈，那云林县政府每台最多是补助3万块钱。民政处表示，到去年底，全国已经补助143台电子炮车，配合刷来2、3月渐渐进入妈祖的了应期，嘛希望各庙宇加以电子炮车来取代放炮，减少放炮所产生的空污和噪音。记者为你报道。来看宜兰哦，宜兰的本身并无水库，大部分拢是使用地下水。在地团体是指出讲，宜山啊深沟地区传出讲有一个190公顷的农地重化开发计划，会开新的农用道路，已经准备要种地咯。在地团体是真烦恼讲，这个计划会去影响到当地的水源，所以呼吁自来水公司哦，伫开发进程就要做好调查。
清气的水流直直为地下问出来，这是伫咧宜兰燕山的深沟地区有丰富的地下水源，就算是无水库的宜兰县，嘛有通好提供宜兰溪北的民生用水甲产地使用。不过在地团体烦恼，县府要推动190公顷宽的产地定位开发，恐惊会破坏地下水源。直接供应宜兰西北5个乡市镇22万人的每天水龙头打开的用水哈。当20万人用这个水没有水库的时候，它是没有替代水源的哈。如果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它是没有替代水源。农民更较烦恼产地定位了后，互人大量开发起农舍，更造成重要的产地水源受到污染。不希望会因为农地重划来影响到水资源的破坏。宜兰县府表示，产地定位计划当地虽然有5成以上的农民同意，不过事实上为2008年就已经打动，原因就是咧惊会去影响到地下水源，嘛希望中央会当来协助调查。没有针对地下水文有一个彻底的了解，所以我们不会贸然的进行这件事情。我们在定义上，我们这个是留给下一代的水，对于开发，我们当然持保留的状态。水利署第1号船局表示，进前调查将压到深沟这个所在水位变化无大，水质无受到污染。目前入水量是比抽水量更较大，显示水源真丰富。接落来会阁继续调查。那自来水公司嘛强调，真欢喜看到水源受到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县园林市的育英路，有一条已经存在50档的巷仔，因为是私人的土地，伫2019年开始，就互地主封起来。后来公所强制爱拆掉，这个地主就4个打2条，佮用轿车甲路口挡掉的，互当地民众是真困扰哦。里长去甲地主协调，2个人佮冤家相拍。监视画面会当看到，里长举雨伞来到地主因兜，想要沟通，不过双方煞起冲突，加死野嘞就要攻击对方。地主的太太举手机来要录影留证据，过程当中无细字跋倒，那这个里长嘛互指控拍人。人个兜边卖花白道，他跟我呛下说：“你问到土地啊是安怎？”我说：“你出来。”结果他拿斧头出来啊。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多数不是地啊，不是路啊，已经像要讲地主已经维护完了嘛。代志发生伫咧初6，双方为着这条巷仔，敢会当互人行起冲突。彰化园林这条巷仔已经存在50年以上，不过因为产权是私人所有，这个地主伫2018年甲这条巷仔大约36坪的土地买落来了后，就设围栅，不爱互其他的人行。前年互公所强制拆掉围栅了后，最近又搁4个咧打私有土地2条啊，互附近的住户拢感觉真困扰。这本来就无合理啊！这人做路你红行，人迄农行对迄农行。如果这边没有，我们就要从那边出去。目前地主还阁将车停伫咧路口，互其他人无法度塞车经过。后壁嘛有做大的告示，不过经过公所确认，这条巷仔是现有巷道，袂当设路障。这个是因为指建筑线的现有巷道，那现有巷道顾名思义就必须供公众来使用，那公所就本权责把这个土地上面的铁围篱拆除。公所表示，当初时只是建商规划现有巷道，公所袂来征收。不过，若是有损害到民众的通行权益，会会动警方来强制刷走路障。记者综合报道。一般柑仔类的果子哦，拢是寒人大出的水果，也毋过有一种香丁，春天才开始大出。这种香丁哦，会当直接买当当做配菜，是真受到欢迎。目前伫台东哦，大概只有种80公顷的面积，因为政府鼓励种往来失巧的农民改种别项，东河乡公所就正拍拼来推销。这种软嫩细啊柑仔，因为外形像柳丁，所以号做芳丁。即马就要上市啊！切开了后，气味是真芳，果子肉黄金色，阁厚食，看落是真好食。芳丁片起来则芳，是因为甲一般柑仔类的生长期无共款，从开花结籽到采收，都要13个月至14个月的时间，而且下一代花嘛会共一个时间开花，所以食起来口感嘛真特别。口感层次真的是非常多元的哈，这有点像谈恋爱哈。哎呀，有时甘，有时甜，有时苦啦。全国种芳丁的面积有85公顷左右，台东县就占81公顷外。种上济是伫咧东河乡，有65公顷，一年会当生产1000多吨。东河乡公所最近这几年拢伫咧推广芳丁。3月12日要结合马拉松运动，推出哪走哪能果汁的比赛。
另外，旁顶还阁会当摕来做各种的好料理。东湖家政班嘛，伫咧活动迄天推出几道试食的活动。沙拉的酱汁是我用香槟的果汁做基底，因为它的酸啊，还有甜啊，可以做出很好的再加上盐巴，可以做出很好的平衡。东湖乡公所表示，旁顶即摆愈来愈有知名度，市场介绍平均一斤有价60块，也算袂歹。去年往来食客的外销受到阻挡，政府鼓励这农民会当改进别项。东湖乡目前已经有农民开始种地，要改进旁顶啊。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内阁改组，劳动部长柯明春留任，有立院立委早起开记者会，呼吁柯明春利用最后一档的任期，赶紧来完成春秋有薪水的家庭照顾者，并会当来兼顾工作甲家庭的方案，嘛爱赶紧来通过上家工资法等政策。内阁更新，劳权更新。妇女新知台湾劳工定线顶团体参伫委组会开记者会，指出就有薪一家平衡方案、保强性别工作平等法、雇主性骚扰的空旁，通过上家工资法这三大劳权改革，伫劳动部长继续留任了后，就应该赶紧伫这会期完成修法，莫阁拖平。比如说，有时候对爸爸妈妈来说，他真的非得要一整天抽离吗？不一定啊。他今天可能是一个上午的时间，一个下午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假有办法让他有这样的弹性吗？民间团体用自身体会发声，去年囡仔的出生率是史上上低，若无优先照顾家庭等，要安怎提升生育率，解决少子化的个案危机？另外，亲像关联会主委对下司性骚扰案件，若女性伫工课场互电视高刷，目前的性别工作平等法并无法度处理雇主的问题。所以呢，今天要求说那个雇主他自己这个申诉人必须去向雇主来提出申诉，那这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漏洞呢，事实上早就应该要补齐。阁有上家新制立法，民间团体呼吁，这是总统蔡英文的政见。虽然基本工资连续几日拢有调整，不过立法会阁较透明、较公平。民间团体嘛呼吁行政院应该赶紧送出法案。立委范云嘛表示，接落来的会期是这届立法院上后一个法案的会期。若修法改革无完成，因为改期无延续，进前的努力就无采工啊。记者李淑凯台北采访报道。再来看嘉义县的溪口乡哦，这几冬因为有在地布袋戏剧团，嘛带动周边的布景，佮有红的雕刻等产业。溪口的社区佮学校嘛用戏剧的演出来了解地方特色布袋戏，佮有溪口庄头过去的故事，咱做伙来看卖。大人甲囡仔伫庙口戏台顶练习。戏衫甲道具拢是利用庄脚找到的物件来制作，表演的嘛是在地溪口的故事，希望透过社区产业甲学校的力量，互在地囡仔了解溪口的历史。带咱地方的囡仔也好，就是咱的乡民也好，大家做伙来甲咱的这地方文化提升起来。外来游客。透过这个计划吼，更加熟悉咱溪口安尼。住在这个土地上，然后能够为这个土地做一点事情，表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是对孩子的人生跟溪口在地都是很有帮助跟意义的。嘉义县溪口乡为4年前开始推展地方创新实验计划，透过布袋戏剧团的进驻，增加更较多元的内容。因暗算伫这礼拜6礼拜要来做野台戏，向大家展现庄脚的活力。从整个布袋戏的演出，然后包括一些道具的制作、舞台等等，其实溪口有非常成熟的这个相关的工作者。那我们其实是希望用这样的演出来做一个带动。我们在整个都市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吼那农村带来很多的那种价值的那种焦虑跟模糊。那我们希望透过戏剧化，把这样子的价值，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反省，重新把它整理出来。乡公所表示，溪口有真侪传统工艺甲文化，希望透过社区规划团队的计划，唔但延续地方的文化，嘛互外口的人当来认捌溪口。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伫新竹市有一间高中生学校是探险馆的时阵，带因去离岛来进行6天5暝3天环境生态训练。学生啊，就爱家己洗衫、家己煮食，佮用水桶家己来打造一个简单型的船啊。学生啊是讲哦，虽然真辛苦，也毋过真趣味。一群高中学生沿路拼势骑铁马，无论安怎忝，嘛爱继续向前骑。
一路若是撞到铁马故障，就要做伙想办法来解决。刹车怎么了？它单边磨到，所以没办法去洗。本来以为还好，结果比想象中严重。新德市有一间高中，趁休寒安排学生来去绿岛做6天5夜的沙体环境生态训练。过程中，学生就要家己落手用水桶做船啊，学习在海上过独木船。食暗顿的时间到啊，嘛是爱家己煮。来绿岛以前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应该的，像是每天都可以洗澡，或者是每餐都可以吃饱等等。哇！然后来了绿岛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东西在某些层面上是奢侈，而不是应该的。也没有长时间自己在外面露营过，然后我想要来这边挑战看看。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就会觉得说，其实，在野外生活，在比较外面生活，真的很不容易。校讲活动主要是要学生脱离舒适的环境，其实囡仔比父母所想的更加勇敢。学生会当对过程内底学习解决问题，嘛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让孩子训练组装单车，然后学会这种团体的生活，然后再到绿岛里面，再把它到底怎么样到一个岛屿里面好好的过这样的生活的方式。在老师的带队之下，学生完成每一项困难的任务，嘛有学生在外岛度过6天5夜难忘的寒假。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咱来看美国职业篮球 NBA 洛杉矶湖人队的球星詹姆斯，初八伫主场对上雷霆队的比赛，伫第3节的时，一球2分的入球，互伊的球员生涯得分累积有38388分哦，嘛真做是史上的得分王。破纪录的时，比赛嘛先暂停。前一个纪录保持者传奇球星贾巴嘛亲身来到球场来恭喜伊，詹姆斯哦嘛感动到特别流目屎咯。接到队友的传球助攻，洛杉矶的湖人球星詹姆斯就拿摕到2分，离跑步史上得分王的纪录只个拿差2分。纪录的保持人天高贾巴也伫咧边仔替伊拍步鼓励。詹姆斯无互球迷等伤久，第3节最后10秒钟跳投球入提分，创造历史。这球入了，詹姆斯以个人总得分是到38388分，超过贾巴的纪录，将做联盟史上的得分王。伊伫拍步纪录了，比赛暂停，替伊庆祝。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the Laker faithful. You guys are one of a kind. To be able to be in the presence of such a legend and great as Kareem, it means so much to me. It's very humbling. Please give a standing ovation to the captain, please. 原纪录保持人传奇球星贾巴到场中，甲詹姆斯做联翕相。詹姆斯感谢出来人，也佮甲伊拍拼20几年的伙伴。To my beautiful wife, my daughter, my 2 boys, my friends, my boys, my family, my mother, all my everybody that's ever been a part of this run with me the last 20 years, 20 plus years. I just want to say I thank you so much because I wouldn't be me without y'all. 卖票平台资料，这场比赛票价称正悬，上俗的门票就要284块美金，差不多大票8500。比赛后接受访问，詹姆斯真有自信，讲家己是史上上强。这是伊第4遍讲家己是史上上强。虽然大大公认篮球之神Jordan永远是史上上强，不过詹姆斯有纪录背书。A record that has stood for nearly 40 years. Which Kareem, many people thought would never be broken. LeBron, you are the NBA's all-time scoring leader. Thomas cutting through. 而讲一讲，还有另外一项纪录，布鲁克林篮网的后卫汤马斯，伫对太阳的比赛，搁再摕43分，互伊连续3场比赛拢摕超过40分。汤马斯以22岁过118天的年纪，达成史上上少年连3场40分以上的纪录。公司新闻张伟林将建光编辑。日本的自动贩卖机哦，啥物拢卖。最近日本有一间掠海翁的公司，就说3台卖海翁肉的自动贩卖机，有罐头、沙西米，甲处理好的鱼仔肉，方便消费者来选择。百元巴米小姐兴趣是到海翁肉自动贩卖机头前，想要买一份海翁培根，想要到拢卖了了啊！只好选择冷冻的海翁尾。这部分的海翁肉被看作是珍贵的美食，一份亲像雪文大细，都要3000一票，差不多696块新台票。
知能の高い生き物を殺す意味もなく殺すっていうのは良いことだとは思っていないのですが、ちゃんと調整とか世界とのバランスを取った上での数量をっていうことであれば、これは日本の食文化でもあるので、美味しくせっかくあるものならそのままじゃあ廃棄とかっていうことよりはいただいた方がかえって命も大事かなと思ったりもしますので、何より私好きなのでじゃあ食べられると嬉しいなというところです。反捕鯨の団体から嫌がらせ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という経緯があって、で今もそれでなかなか大手のスーパーさんそういうことは僕が言ってもほとんど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を慎重に対応されて今扱っていただいていないと。で消費者の方々はどこに行ってもクジラが置いてない、食べたくても買えないっていう方が結構多く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ね。でそういった方に、買っていただける、場所を提供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この、自動販売機の無人店舗を、始めることにいたしました。国际掠型委员会 IWC 1986年开始禁止商业掠海翁，不过日本一直用科学研究的名义，继续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掠海翁。2019年甚至宣布退出 IWC， 搁在今年7月恢复商业掠海翁，引起真济保育团体批评。日本产业只有一间营运商，几百个工作人员。企业局资料显示，这几年海翁肉占肉类总消费不到0.1%。掠海翁官员将消费量落车，指向是因为疫情才无法度进口。在成功说服冰岛唯一一间掠海翁的公司宣布撤销日本了后，今年进口量有希望成长1倍到2700吨。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日本有一个家具的品牌哦，甲厝里内底碰椅做成咱人会当拢入去的衫，穿伫身躯要安怎倒，拢真舒适。咱做伙来看卖。这毋是啥物表演用的物件，是真正会当穿伫身躯顶的平大骨碰椅。日本一间家具品牌是真有创意，甲会当倒何必徛这种平大骨的思想发挥到上大，推出这种会当穿的平大骨碰椅，也被社群网站的反应真热。お腹部分が重い感じがしますね。でもすごい楽しいですね。就像讲，因是伫一摆公司的活动内面，意外发现讲有这种会当穿的平大骨碰椅，是真受员工的欢迎。因就趁疫情期间，大家伫厝的时间变较侪的时阵，推出这种新产品，大家会当穿甲倒就倒甲倒，好好放冷一下。やっぱり今この巣ごもり需要、コロナでお家の中で過ごす時間が多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ので、少しでも家の中の時間を楽しくくつろいでもらいた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が込められています。有消费者试穿了后发现讲，不管你是坐咧、倒咧，还是趴咧，拢会当找到上舒适的姿势。用手提電腦，還是看手機啊，攏真輕鬆，而且寒人用真保暖。思ったより軽くて、あったかい感じなので、冬はもうなんかこれ1個着るだけで結構ポカポカしてくるって感じ。目前这种平大骨碰椅有大、中、小3种 size， 大人囡仔都会当穿。规家伙仔伫厝做伙享受，啥物拢有做的趣味。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
了。